嗱，大家都成日都會話咧，芝加哥咧喺市中心嗰度生存咧，係物價非常之貴。其實咧，你好似中午嘅話啦，好多人咧習慣咗帶飯去食啦，去公司食啦，其實唔一定係貴嘅，睇下你點揀嘅啫。好似咧，芝加哥嘅中心咧有好多丹麥力啊，或者 Jewel-Osco 嗰啲咁嘅連鎖嘅超級市場咧，絕對係咧買到咧又豐盛又唔貴嘅食品嘅。咁樣咧，你好似我哋而家睇到咁樣有芝士啦、烤雞啦。咁有沙律啦，再嚟買麵包同埋呢個果汁，咁夾埋咧係可以食幾餐嘅，咁樣都係10零蚊就搞掂啦，美金。咁所以咧係非常之有睇頭啦，同埋有嚼頭嘅，食得又開心，跟住咧食得又豐富，但係咧佢個價錢咧同你喺非市中心或者係埠仔裏邊嘅 Jewel-Osco 啊、丹麥力買嘅咧係一模一樣嘅，所以咧你話喺芝加哥市中心難生存嘅話，絕對係一個唔係好全面嘅睇法，因為市中心裏邊咧選擇嘅嘢實在太多啦，咁樣咧有你坐喺個餐館裏邊，高級餐館裏面食咧就肯定會貴啦。但係咧，如果係自己豐儉由人咁喺超級市場揀嘅咧，亦都係好平民化嘅。咁所以咧就係、特別推介呢一種自由行嘅購食物嘅方式，係咁樣咧，你就可以喺芝加哥嘅市中心咧，好容易咁樣咧揾到又豐富、又健康、又平、又大眾化、又營養嘅咁樣嘅午餐，同埋咧佢呢啲組合咧係任你配搭啦，所以咧你好多人咧，如果你係買好多嘢翻屋企，一次過買好多嘢翻屋企，當你嘅胃口咧轉變咗啦，你過幾日又唔想食，咁咧變咗咧將嗰啲食物咧就白白咁樣擠咗喺雪櫃度，就等到佢發毛都未食得。但如果你係每一次根據你自己當日嘅胃口咁樣嚟揀嘅話咧，咁你咧就會食得好開心啦。同埋咧係真真正正自己想食嗰樣嘢，同埋嗰種營養，咁你就吸收嗰種營養。因為人嘅需要咧，就係好多時都係睇心情而定嘅。